来讲到即摆疫情的变化真紧，防疫的政策嘛一直咧滚动改变。金管会统计，到昨为止有2间的产险公司防疫险的保单卖超过100万张，其他10间的公司加起来嘛至少卖出到300万张。嘛因为大家抢买这个防疫保单，结果防疫保单剩8种会当买。 疫情期间上惊大家消费，不过即马4个拢伫咧排队排快筛、排保单、排急诊，确诊人数哪来哪济？市面上的防疫险保单产品，即马已经剩无几间伫咧卖。目前我们的确是收到了很多防疫保单的询问电话，大多都是来询问说他们到底要提供什么样的证明，量的确是非常的大，所以呢有造成一些塞车的状况。不过保险公司呢都会已经有分流，然后来进行针对防疫保单的部分来进行理赔。 顶个月中，防疫相关保单各有81张，确诊的人数增加，产品嘛慢慢无去。到9号为止，刚剩25张，本来56张保单，却升温的疫情，惊敢唔敢卖？即马大家上基本的，就是保单到底敢会当理赔？上接听到的疑问，亲像轻症居家照护，敢会当领到确诊的保险金，有住院的给付？即马金管会已经放令，确诊者会当摕到理赔。不过产险业者搁伫咧讨论。 未来居家照护，若是无镜头，或者是无医生看过含开药啊，还是讲食一般感冒药啊，恐惊特别理赔。所谓证明代替纸本诊断书的认定部分，寿险公司已经同意，唔过会保留早后的管理。产险公司嘛要书面诊断，唔过无清楚要求一定要配合，服业者家己去决定。 另外，卫生部上紧伫咧7月，甲新冠降到第4类，民众敢要建议申请，业务员建议伫咧保单条款内底，若是有规定法定传染病的理赔比率，已经确诊的保护上好伫咧降急诊前申请理赔，较袂有理赔金变少。因为金管会统计，即马拢总12间业者，2间产险公司销量超过100万张，其他10间嘛卖上少300万张的保单。即马业者拢搁伫咧受理申请，内部嘛搁伫咧。 随时拢有可能会设停损点。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申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